湾无伫喙脣皮顶，伫耳孔边。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，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。阿正先的讲台湾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顺遂啊！又到了千金铺的单元，咱顶一边呢有讲到这个股东呢就抗议讲伙计就抗议调来苏州做生意，赶来晃动破了钱，苏州婆岁月就应伊青春少年时不嫖不乐是买年，听你说倒也是少年找几时无了工也了钱，连嫖4月日，钱银了去2万4，收拾行李要转去，就叫苏州婆来烧时，钱开大，之后呢爱搁趁钱，所以伊要离开进前呢，伊就叫苏州婆来烧时，来甲 say goodbye。安那甲讲呢，讲生意若也有趁钱啊，你看别死心啦，就讲运送商品转去乡里，生意若家也有趁着钱。明年再来总袂迟呀！我明年再来哦，你等我，伊讲你等我哦哈！我是无钱的关系，我毋是无爱你哦。我说苏州婆听了讲，哇，这个恩客吼，哇，这个人客吼，这个安那大吼，这个大心的哦，我对我遮死心，钱无讲要对趁钱啊，若有趁着，搁要来找我啊，所以就爱计一个哦。人讲吼，翻场咧无迄个真情啦吼，所以总是爱计一个嘛吼。苏州婆目屎流，目屎滴，好好安尼。什么叫目屎流目屎滴？用台语来讲，目屎四淋水啦，就是讲苏州婆听到乌斯克要离开伊的身边，就伤心甲目屎流目屎滴，唔甘拆分离，当然一定安尼演的嘛，安尼搬的嘛吼，鸡影呢依然下注意哦，是鸡影依然下吼。这个伙计呢，里边看火大吼，伊讲差不多的吼，伙计就抗议。这个合作的伙计呢，实在看袂落呀，就苦劝胡适克讲吼，把这笔下金的苏州婆买你钱啦，伊是买你的钱啦，唔是买你的人啦。这款的故事咱就听几百遍去啊啦吼，拢差不多安尼啦，不过拢在重复呢，真奇怪吼。讲苏州婆买你钱啦，摕姜母7目钱哦。这句话吼，煞听到名言呢，真济台语的这个旗鼓佬话吼，说好伊啦吼，旗鼓佬话吼，拢会定讲就讲，摕姜母7目钱要你要啦，假有心假有意啦吼，就讲假心的啦，假啦，所以讲来讲，假有心假有意，用咱的话来讲叫挂拿假烧金啦，挂拿假烧金，目屎哪淋漓呀，这个目屎呢，安尼四淋水啦吼，偏唔是。其实呢，是要骗你这只戆大猪啦，这叫人爱博叫讲娇猪啦，这个戆大猪啦，要甲伊撩啦，要甲伊毒啦，你都唔知影，安尼钱拢怪怪去，你都唔知影，佮对遐真情真意安尼，其实人根本无爱你啦，尾仔时阵伊讲一句话上盖有力啦，伊讲了钱无要紧啦，但是无生疮，这个疮可能咧，毋是咱讲痔疮的疮啦，这个疮就讲咱一般咧讲什么梅毒啦，什么碗糕就讲遐性病啦是你做法事啦。算讲到这当今你还阁身体还阁好势，还阁无生一寡有诶无诶咱台语定咧讲生孙啊，算你好运啦，算你做法事啦，做法事安尼差不多这部分的这个限制基本上到遮啦，到遮最后呢，我是毋是来甲念一条伊讲啦咧，伊讲苏州婆目屎流目屎滴啦，唔甘拆分离啦，伙计就抗议苏州婆买你钱啦。买你钱伊就讲来讲，其实伊是买你钱啦，摕姜母7目钱，假有心假有意，目屎哪淋漓就是四淋水啦骗你这只戆大猪，了钱无要紧，无生疮是你做法事。好，安尼今日到这，多谢大家。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，由当洪建教授主讲，当牛收录，多谢收听。